一只只不同品种的猫蹲在角落，环境散发着怀旧温暖的味道。这里是中西区赤坎东街日式宿舍，2016年列为台南市历史建筑，被高雄知名宠物咖啡厅相中，选择在此驻点，签约3年。周边临近我们国定古迹赤坎楼、市定古迹开基灵佑宫，所以串联我们台南市中心的古迹文化景点是非常有利的一个潜在点。日式建筑和猫咪的结合是非常合理不过的一个事情。那当你看到宫崎骏的电影，以及你可能到日本去观光，在很多的神庙啦、寺庙里面都会看到有猫咪的出没。猫咪对日本人来说有招财安家的寓意，是吉祥的宠物。猫奴来到这里最适合不过，不仅能品尝到精致料理，更能和12只猫感受历史建筑的独特魅力与疗愈氛围。坐在这里可以跟许多的猫咪，就他们会这样子穿梭来穿梭过去的，所以我觉得它这样这个整个环境可以跟猫有很棒的互动。进来的走道跟猫的互动关系，还有这个日式建筑的搭配，可以看户外景，又可以看室内的猫在里面的活动，那种亲和力很棒，就觉得应该要带小孩来。业者特别规划3间包厢，其中1间是亲子包厢，还会依照猫的个性、年纪分配工作场域，也特别加盖长廊，放置猫跳台、猫抓板等玩具，保持猫咪愉快心情，也保护这栋古迹。记者盛怀台的报道。